大家好。接下来我们将学习民众在洽公过程中常会使用到的通用公务客语。现在让我们来练习吧。第一句，假如你完全不会说客家话，又遇到了跟你说客语的民众，你可以说：抱歉，我不会说客家话。歹势，我唔晓讲客话。歹势，我唔晓讲客话。接下来，假如你听不懂对方说什么，你该怎么说呢？聽唔識，聽唔識，華語就是聽不懂的意思。第三句，我們要怎樣用客語提示民眾抽號碼牌呢？搶抽號碼，搶抽號碼，華語就是請抽號碼的意思。接下來要怎樣跟民眾收取費用呢？我們來舉一個簡單的例子。我要和您收200元，客語要怎麼說呢？我會甲你收200個元，我會甲你收200個元，我會甲你收幾多個元，我會甲你收幾多個元。我要跟你收多少錢？括號裡面可以放進你要收多少錢的數字。好，我們用200元來整句練習一遍。我會甲你收200個元，我會甲你收200個元。華語的意思就是我要跟您收200元。最後最重要的就是要請民眾在文件上面簽名或是蓋章。這個時候客家話要怎麼說？拜託你到呢位簽名也係頓印。華語的意思就是拜託您在這裡簽名或是蓋章。我們分解句子，再慢慢跟着念一次。拜託您，拜託你，拜託你，在這裡到呢位，到呢位，簽名，簽名，簽名，或是也係蓋章，頓印，頓印，整句一起。拜託你到呢位簽名也係頓印，正常的速度。拜託你到呢位簽名也係頓印。最後呢，我們可能會遇到民眾來報戶口，或者談到子女繼承問題時，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向民眾宣導，現在是男女平等的時代，我們可以用男生女生都一樣來說明。男生怎麼說呢？誰來，誰來。女生怎麼說呢？誰妹，誰妹。整句一起來哦，男生女生都一樣。誰來誰妹都窮款，誰來誰妹都窮款。好，以上呢是我們通用客語的課程內容，希望大家會繼續練習，增廣為順哦。